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公园的噜噜铁会讲电，是甲囡仔电甲听甲拢唔敢算。这是伫台中丰原的中正公园开2000万来做的噜噜铁，今年的1月开始来启用，但是有真侪家长来反映，讲囡仔一直互这个噜噜铁铁架的静电来电到，都参这个涂骹顶的人工草皮嘛有静电，是甲真侪囡仔电甲听甲拢唔敢算。市政府回应讲，这个静电常常发生伫个秋天、冬天天气较干燥的季节，未来会搭这个公告来提醒，而且伫个入口处来采6支的气电条啊，它来改善静电的问题。好不好玩？囡仔真欢喜咧，耍厝流浪，笑嗨嗨，想要够耍。一个看起来真安全的游乐设施，煞会讲电。在台中丰原区的这个中正公园，只是6个滑梯都会被静电电好几次。就啪一声，我有电2盖呀。这摩托车会皮皮穿的咩？别掉啊！每次来都电，荡秋千，溜滑梯都电过了。对，不管是怎样都会被电到。小朋友会吓一跳。会，有时候会震惊一下这样。公园开2000万打造厝流浪儿童设施，真受囡仔欢迎。不过家长讲，若厝流浪的工电连边的海青树、人工草皮，佮有栏杆拢总会工电。就算你无算设施，只要摸到都会放电。电流的声音大到连大小朋友拢会惊，甚至有囡仔算过了后唔敢搁算。那我们之前呢，已经在秋千游戏区装设除静电杆，那后续我们也会在滑梯区装设，并加强周边的那个植栽洒水，增加空气湿度，减少静电。政府解说讲，静电常常发生伫秋冬较大的季节，未来搭公告来提醒，卖伫入口的所在加到6支解除静电的条啊，来改善静电的问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